是不幸中的万幸。据南部战区海军机关的发布，3月15号13时30分许，该部所属一架战斗机在进行训练的时候失事了，坠毁于海南省临高县嘉来镇附近空地。飞行员成功跳伞，没有造成地面附带损伤。南部战区海军正在组织力量进行事故善后处置，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综合其他渠道的消息，失事飞机可能是海军航空兵位于嘉来机场的歼15战斗机。军机失事其实是正常的，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失事万时率，也就是每飞行1万小时飞机失事的架次。美国空军的失事万时率大概在 0.1 到 0.2 之间。美国空军在2024年一共发生了7次坠机事故，摔掉的飞机包括 F-35、黑鹰直升机和 F-16等等。2025年这才3个月不到，就摔掉了4架飞机，包括 F-35、EF-18G 电子战飞机和黑鹰直升机等等。印度空军的万时率在 1.89 到 3.99 之间。2024年印度空军共有11架飞机失事，摔掉的飞机包括苏30 MKI、苏23和阿帕奇直升机等等。俄罗斯因为现在在战争当中，这3年的万时率咱们就不去说它去了。中国空军过去的万时率曾经达到过3，现在呢已经降到了 0.03 左右，大大低于欧美国家。尽管我们的飞机失事万时率比较低，但坠机总是一件让人揪心的事。不过这次海航战机失事还是有让人感到欣慰的几个地方。一，当然是飞行员跳伞成功了，这说明我们的跳伞设备和飞行员的跳伞训练是过硬的。中国的战机座椅弹射技术已经做到了零高度、零速度也能弹射成功，也就是即使在地面坐在飞机驾驶舱里面弹射，只要飞行员按规范操作，也能够跳伞成功。这个是当今世界最高的水平。而这架歼15战斗机的飞行员不但有过硬的跳伞技术，也有过硬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安全落地了。二是这位飞行员驾驶快要出事的战机，避开了人口稠密地区，等确定飞机坠毁不会造成地面附带损伤之后，才弃机跳伞，避免了附带伤亡。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幕，因为飞行员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应该说这是一位英勇的飞行员。三是在网络空间的评论区，大量的评论都在说，虽然失事了，飞行员没事就行。这个反映了我们的老百姓善良的心理，以及关心国防、关爱人民军队飞行员的良好的氛围。老百姓如此关心呵护中国军队的飞行员们，这是对他们极大的鼓励和安慰。这次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是，这次对军机失事的报道做到了及时、公开、高效。13时30分失事，在晚间19点03分就公开报道了，与以往比起来有了极大的改进。过去由于对一些战机失事事件没有及时公开报道，让一些小道消息在网络空间误导性的扩散，放弃舆论主动权反而会产生一些相反的效果。而这次呢，虽然同样是不幸事件，但由于掌握了舆论主动权，收到了同情、安慰、鼓励等意想不到的正向效果。有了这么多的鼓励和支持，当失事飞行员重返驾驶舱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加坚强的战斗意志投入到捍卫祖国领空的行动中去。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飞评论，下一期再见。